今日收到一隻天梭手錶要維修，個錶把頭俾錶主一拉就拉斷咗。我哋首先打開後蓋，檢查一下手錶機芯嘅情況，發現手錶邊框上有好多污漬，自動夾板上都積咗啲油泥。呢個就係錶主唔小心整斷咗嘅把頭。清洗第一步就係拆咗錶針先。呢啲係已經拆咗部分嘅零件，將所有零件完全拆卸落嚟，倒入洗錶油準備清洗，逐件用刷仔洗乾淨機芯每個零件，喺確保品質嘅情況下，幫客人修復好佢整爛咗嘅把頭。呢個就係洗完嘅機芯。而家檢查下輪繫之間傳動係咪仲順暢靈活，裝反時針，再裝分針，最後裝上秒針。測試走時表現完美無誤，跟住檢查下隻錶嘅防水性能，結果防水測試合格。